喂，小姐，身份證唔該。咦，喂，完全樣喎，係咪出嚟揾阿媽身份證啊？叫我過嚟。咩啊？喂，嗰個真係我嚟㗎，我冇呃你㗎，我只係貪靚做咗太提升啫嘛。自從去 Oasis Medical 做咗太提升，我仲靚過18歲嗰陣啊！你睇下，佢有齊美國 FDA 同歐盟 CE 認證，全球首創 3D 三波桌同步出擊，一次過搞掂深、中、淺層皮膚問題，美白、緊緻、瘦面，做一次等於做咗3次啊！仲有 Iceberg 持續冰點冷卻技術，用藍寶石探頭加熱基底，表面即時降溫，成個過程完全無痛，零修復期，仲要即時見效，做完塊面緊緻又彈滑，望落自然後生啲啦。唔怪之得咁多韓星都中意做。依家 Oasis Medical 有個全新優惠，888就做到女團同款太提升，做到你韓國 Full Face 冰極電波緊緻療程，幫你加倍生膠原，唔使諗啦，即刻預約啦！喂，睇嚟你都需要做喎。